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体操代表队团队的好消息。伫匈牙利举办的世界杯挑战赛，咱的跳马的好手张伟成摕到金牌，这嘛是台湾队伫即届的比赛所摕到的第2块奖牌。另外一块是肖友仁伫鞍马的项目摕下到银牌。中华民国体操协会秘书长讲，台湾男子体操代表队整体排名已经伫前8名，甲2018年的15名、16名比起来，进步真多。走对头前展现真水的动作，阁有真有路的姿势。跳马选手张伟成以14.599分，伫世界杯匈牙利挑战赛摕到金牌，替台湾争光。不过，这一路的过程会当讲是真无简单。张伟成伫资格赛当中以14.125排第4进入决赛，不过伊伫上尾改变局势，拍败其他对手，摕到金牌。只是有些时候他在比赛的时候会过于紧张，其实他的一个跳马的难度上，在世界上都已经算是一流的。伫颁奖典礼现场，听到上熟悉国旗歌，荧幕出现中华队的会旗。台湾体操代表队跳马选手张伟成都徛伫舞台中。除了以外，同款是台湾选手的肖友仁，嘛伫鞍马项目摕到银牌。笑甲真欢喜，不过其实伊脚着伤，伤势还未完全恢复。所以伫决赛以14.566分摕到银牌，输人唔甘。虽然着伤，不过匈牙利这场比赛嘛是伊所摕到的第2面奖牌。台湾男子体操阁继续进步，目前整体排名已经来到前8名。世锦赛的目标，第一个就是在团体看能不能进入前8名，然后在鞍马项目跟单杠项目能够进入决赛。中华民国体操协会表示，2018年台湾男子体操队整体排名敢若伫15、16名左右。这段时间大量予选手出国比赛，累积实战经验，即马才会当摕到安尼的好成绩。未来嘛去比赛竞赛，期待当为台湾摕到更侪金牌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